我哋上一條片講到，咁成長改變咗啲乜嘢？最大嘅分別就係你內心回應世界嘅方法。以前遇到批評，你第一個反應就係嬲、頂嘴或者自我否定。而家你會發現自己多咗個空間，你仲係會好唔舒服，但係你識得停一停，唔會再即刻跌落情緒漩渦，仲會思考呢句說話對我有冇用，定係純粹對方嘅情緒呢？你開始由一個被情緒玩弄嘅受害者，慢慢變成一個識得觀察自己同世界嘅人。所以唔使質疑自己，生活一樣係會遇到難題，唔代表你學得唔夠好，而係俾機會你去檢查下自己有冇進步。一次嘅應對更平靜、更有智慧，其實都係你內心嘅力量喺度加分。請相信你嘅每一步都係冇白行嘅，唔係要你做到無敵，而係慢慢變成一個即使有風雨都可以微笑，遇到困難都唔會亂，喺無常之中都可以踏實有力嘅你。試過面對一件事，今時今日嘅你處理得比以前更加成熟呢？留言同我分享下你成長嘅小故事啦。如果你認同呢番說話嘅話，記住 share 呢條片俾身邊嘅人，一齊成長，一齊行穩人生路啦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